每日不停睇 CV，interview 多到無間斷，呢個係咪你對 HR 嘅第一印象呢？今日帶你沉浸式體驗我哋嘅工作日常，睇下我哋真正忙緊啲乜嘢。而家職場上乜嘢係最矜貴？答案係人才啊！我哋就係幫各個 department 請人嘅 talent acquisition team 啦。喺 Talent One 入邊出盡法寶，務求高效率咁揾到最合適嘅 candidate。每年我哋都會舉辦同參與幾十場大大小小嘅校園招聘會同埋分享會，由確定崗位空缺、同大學接洽、準備材料到場地佈置等等，通通一手包辦。搞掂晒呢啲，我哋先升得上係 campus recruitment 專家。而我哋嘅青年人才計劃會為每位同學畫出清晰嘅學習地圖同事業藍圖。我哋成個團隊就好似你嘅職場戰友咁，全程陪伴並肩前行，為你嘅成長之路導航。至於社會招聘亦都大有學問，我哋要同各個部門一齊合作，由了解職位內容同工作要求，到出招聘廣告、篩選 CV、安排 interview， 再到最後出 offer， 每個環節都要落足心機，務求盡快咁幫部門揾到合適嘅人才。成功招聘唔單止可以提升 team spirit， 更重要係幫公司建立良好同正面嘅僱主品牌形象。招聘係關於人嘅工作，我哋最大嘅成就感唔單止係嚟自完成一個招聘指標，更加係成人之美，幫 candidate 揾到一個合適自己事業發展嘅平台，同時又幫銀行揾到一個能夠創造價值嘅人才。最後送上一份銀行求職秘訣，機會永遠留俾有準備嘅人，早啲準備定，你就好快會有 job offer 㗎啦。